讲到宜兰头城大溪地区的沙坡是一直咧救替，这天花嘛是一直咧落，在地就烦恼讲万一风台来，这海水就规个冲入来，嘛造成严重的灾情。第一河川分署嘛表示讲，最近已经伫咧岸边先放石头来挡，后续嘛继续来想办法来解决。海岸沙坡无去啊，下骹的爆炸角显现出来。和海岸直接受到海涌的冲击，宜兰头城大溪地区的海岸受到乌石港落体效应的影响，沙坡渐渐消去，连北岸表面拢出现避损。地方怀疑讲，因为海岸一直和海涌冲击，地势底部渐渐空气已经出现小块粘落去的情形。大概风台来，除了沙坡无去，也烦恼海水会涨起来，直接涌到头城的市区，危害到居民的性命甲财产的安全。我们住在周边的居民，我就很害怕说，那如果说这些沙石被掏空了以后，那我们的房子、我们的土地会不会以后也演变成就是整个流失掉？担心海水议题呀。如果议题的话，不只是大坑里一个里，整个旧头城市区可能都会淹掉啊。第一河川分署为了解决海涌直接冲击海岸、地势海涌四界级的问题，最近甲南洋溪、疏通村内的石头搬到大溪海岸，按算伫当地启动填石头的作业，长度大约440公尺。因此，我们用大块石去把它制造出缓坡，这样子的话，它让接近我们海堤的时候比较不会有那种飞溅的那个飞跃的那种状况。第一河川分署指出，用自然的工法会当互当地海岸有一个家，海涌就会当较少按算8月一些完工。也若沙坡空气退后的问题，宜兰县府已经启动海岸的调查，希望会当提出对策。公司新闻采访报道。